还是看到敢泥鳅啊？嘿，就像你说的话，好溜哦但是不是？人讲不是呢，你食看嘛，你食看嘛。这行对吧呢，？这配伊的翅无？伊的翅你就莫甲咖喱，但是更好做，伊就规条伫内底尔嘛。你老加老套安尼做，真的好啊！哎，这把真油呢，好食呢。会使哦。这是河溜哦，干河溜啊？生这款，生做这款啊。啊，就是河溜啊。河溜。哦。我唔知河溜会当用做安尼呢，最好食的呢。行安尼，啊，搁食飞哥，而且也把佫就能鲜呢。啊，无土味对无？哎，好有够油的啦。啥物人带你来？阮爸爸带阮来食的啦。啊，你到边来食？较早就定啦来食，因为阮阿嬷嘛最爱食。哦，阿妈爱食我的这间。台语就是拢对阿嬷大汉的学。伫台湾，就是伊逐当拢会来外人耍嘛，啊伊来的时阵，爸爸就带伊来食这个火锅安尼的酸火锅，伊爱食这阿个。妈来越南一定爱食这味对，的。啊你对伊来食。啊，你即摆若食这味，毋就想着阿嬷，对无？哎呀，我已经足久无来遮住啊，阮阿嬷过世啊，我就。那你平常爱食？哦，这鱼啊，这伊拢做爱食，这鱼啊、烘的啊、汤啊，因为这伊的口味是咱台湾落的，伊的生气是因为用迄叶啊落去煮出来，毋是醋，嘛毋是柠檬。啊，较早环境无好嘛，只有这种外人餐厅，无像你即马哦，拢市区拢做老底的啊，做现代化的。较早是你讲你台语是阿嬷甲你教，啊，因为阿嬷会晓讲台语尔。啊，你是阿嬷带大汉哎，爸爸最早就来越南嘛，所以我细汉拢对阿嬷较济。哦，你甲阿嬷较亲哦，你甲阿嬷比甲爸爸较好哦。真的阿嬷好像我家己的老母。你甲我共款，我嘛是阿嬷带大。哎呀，所以我的台语拢袂晓。几岁离的？伊差不多伫嘛是伫75岁左右走，所以其实这嘛是生我个人的秘境啦。一般我来遮食的时候啊，甲阿嬷来食。有当阿嬷过身了，你怎么来？会惊啊！他即摆可能做工作。有当时啊是问吼，你个味吼会甲记忆连做伙。味嘛是啦，环境嘛是。你看伊拢毋敢食，伊敢来食落，想着阿嬷对毋对？迄个记忆就走出来。所以咱真正吼爱珍惜吼当下的每一秒。你敢会记得阿嬷甲你讲的同尾句的事？有当时啊是问吼，你个味吼会甲记忆连做伙。味嘛是啦，环境嘛是。你看伊拢毋敢食，伊敢来食落，想着阿嬷对毋对？迄个记忆就走出来。因为我细汉嘛是阿嬷带大汉的，所以咱真正吼爱珍惜吼当下的每一秒。你敢会记得阿嬷甲你讲的同尾句的事？上尾一句话，感觉阁是要甲我交代伊的西囝伫对。啊，你阿嬷应该对你最好。袂啊，伊要甲我讲伊有送西囝，我讲无啦，阿嬷你免甲我讲这你会好的啦，安尼我计莫甲我讲。阿嬷拢无甲别人讲，敢若甲你讲的啊，伊甲你上好对无？甲我讲伊有送西囝，但是我就讲毋免啦，你会无代志的啦，莫讲迄啦安尼，啊结果就无想着走啊。我的妈妈离婚的时阵，伊甲我讲的同尾句话，伊嘛是弥留。伊到呼吸器，啊伊醒起来了，伊无法度讲话，啊毋过伊咧讲啥我知，伊讲我无代志啦，你去无伊，你甲暗时就走。我感觉咱拢会为着生活打拼，像你安尼离乡背景吼，较早甲咱带大汉的是大人，也是时势嘛好，拢会想讲啊，我即摆咧打拼，我是为着恁咧打拼啊，所以我哪有时间？其实迄时间是你家己买甲无爱的。啊，好佳哉，上尾要离开时，咱拢搁伫的。我甲你讲，我上衰啦。安怎你？你也是安怎？我跨年的时阵，我去接一个主持，啊嘛是讲为了工课无闲嘛，阮爸嘛破病，肝无好住院啊。迄天我爱去甲大家5、4、3、2、7 Happy New Year。我咧5、4、3、2、7的时阵，阮爸迄落血压已经降落来，电话落来，讲爸爸可能无法度啊。我咧甲大家 Happy New Year， 我连看的机会拢看袂到。等我结束了，赶转去台北，已经走。
所以其實人生吼有足侪無奈的啦，啊，咱會當做，咱就盡量做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咱即馬吼，伫咧遮吼，我相信吼，阿嬷吼足歡喜的。我在看啦。伊嘛有看到你，佮帶大家來，甲伊的故事講互阮聽。阮這個查某孫仔有乖，伊即馬上感覺驕傲的就是阮查某孫仔事業做遮好。即馬哦，講到這對唔對？啊，你啥啦？感動啦！你啥啦？我甲你講，阿嬷攏有咧看啦。你敢知即馬阿嬷想要甲你講的一句話，一句是啥？你知哦？伊無甲你講到西腳梗的對。你唔知我有吹掉咧。你有吹掉？你敢到？是唱完票。我得被当阿我吹掉。会被你的控制。我今天是被吹掉的。不是我吹掉，我阿姐倒去台湾，然后寒人足寒的嘛。伊当时我哪只寒无好记，好像去年是不是冬天足寒的无？伊就我想我要去挑迄一寡米皮、米酒皮、豆皮来加呢。啊，就去楼顶面去厝汤厝啊，来客来，米酒皮就交客来了。拢金啊！啊，一包。阿嬷用迄米酒皮熬去熬，安尼个藏伫内。藏到家己袂记。一包是啥啦？啊，咁样摕来就伊个骹包内底啊，拢现金的。哦。像阮伫个即个 A 里，因阿嬷同爱食迄间餐厅内面，伊咧讲无要紧啦，你即摆做甲遮好，恁阿嬷虽然离开啊，但毋过伊一定伫看。啊，迄句话讲出来啊，毋是干那 A 里感觉感动，其实我嘛是真感动。我的阿嬷、我的妈妈嘛是过世。啊，有一个有心的人，有想法的人，有一个将心比心的人，到迄度讲出咱的话出来，所以伊互我即届的印象真深刻。